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M+ 嘅優仔公播。今日就係外景啊。點解呢？由於我出咗嚟呢，嚟緊會訪問中國香港隊啦，會對曼聯嘅表演賽啦，所以就有個外景喺度同大家傾一傾。今晚歐協聯嘅決賽，車路士對貝迪斯，咁就一隊英超，一隊西甲啦。咁貝迪斯無可否認啦，即係呢幾個月呢係蜜月期啦，踢得好順啦。安東尼亦都頻頻世界波啦，係令人期待嘅，因為貝迪斯啲波係踢得幾好睇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啦，貝迪斯中前場係順，伊斯高啊嗰啲都係好，但係後防感覺上係一場過嘅杯賽咧就唔係咁穩陣，特別門將呢一個環節咧，我覺得係可能係會出現一啲嘅問題或者壓力都未定。咁啊，至於車路士方面啦，我覺得始終佢哋阿馬利斯卡呢位領隊咧，喺啲好關鍵一場過嘅賽事咧，係有一定嘅經驗，同埋就啱啱你都知道啦，英超車路士都攞咗來屆嘅歐聯嘅席位啦。咁去到尾都係要講就係話佢哋兵員好強大，可以變喺戰術方面咧，對於一場過嘅決賽嚟講係好重要啦。但係最多人留意嘅貝迪斯當然係安東尼啦。咁啊，車路士好與壞都係咧，好大部分咧關乎一個人身上，嗰個就係高爾帕。咁所以咧，今晚嘅歐協聯嘅決賽啦，我相信嗰個賽事嗰個嘅經過啊，各方面都會係幾好睇刺激嘅。咁啊，最後小弟推介咧，今晚歐協聯冠軍會係車路士會捧杯啊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安博體育傳媒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